8月初啊，香港就推出咗中國國債期貨交易啦。但係你知唔知道啦？呢個國債期貨啦，其實就唔係第一次推出嘅喎。而同一時間啊，喺中國境內亦都有國債期貨交易喎。香港做呢個動作，到底係咪多此一舉呢？而香港推出呢個國債期貨交易啊，對人民幣國際化又有啲咩作用呢？今日啦，我就同大家去探討下呢啲問題。大家好，我係 Ken。今日呢條片啊，我會用我喺銀行研究咗外匯利率10幾年嘅經驗，同大家講下今次香港推出中國國債期貨啦，究竟係咩一回事？跟住就會比較啦，國內同埋香港呢個國債期貨究竟有啲咩唔一樣？最後啦就會講下呢個期貨推出咧，對人民幣國際化帶嚟一啲咩啟示？第一部分啦，我先講下今次香港推出中國國債期貨啦，有啲咩背景資料？咁呢個國債期貨啦，對應翻個產品就係5年期嘅中國國債啊，而且係會以現金去交收嘅。而其他數據上面嘅資料咧，就唔喺呢條片嗰度講啦。我諗如果唔係話太熟債券嘅觀眾啦，一聽到呢個國債期貨嘅話，心裏面就會諗啊，呢啲期貨有啲咩用途啊？好多人話可以對沖翻嗰個國債風險，咁最直接嘅方法唔係話減持手上嘅債券就得㗎啦咩？咁用國債期貨對沖手頭上嘅債券風險咧，就有幾個好處嘅。第一個好處咧就係流動性上面嘅考慮啊。咁因為債券市場咧同股票市場就幾唔一樣嘅。咁債券咧個流動性唔係話即係好似股票咁多，因為好多國債一發行之後咧，其實就係一啲退休金啊、保險公司啊買咗翻嚟，係等到到期為止，咁中間咧佢就可以收到個息，咁到期時候啊再決定下一步點樣投資咧，咁所以市場上咧要買到一啲流動性高嘅債券咧，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啲債券參與者咧，如果要進進出出又減持個債券又買翻嘅話啦，當中就會涉及巨大嘅交易成本，而且咧就好難買到同一樣嘅債券啦，亦都會破壞咗投資組合嗰個結構。咁所以啊，債券市場流動性就未咁高啦，加上債券咧有一個年期上面嘅限制啦，你賣出咗嘅債券咧，好難買翻同一年期嘅債券嘅。咁用國債期貨對沖債券風險咧，亦都有會計上面嘅好處啊。當呢啲機構手頭上面嘅債券係下跌咗啦，而家賣走咗嘅話，即係等於實現咗帳面上面嘅虧損。咁對個機構成盤數咧就有個負面影響喎。咁而且咧國債嘅靈活性高啦，嗰個流動性又高喎，你又唔需要去諗翻買到同一個債券嘅問題啊。而且呢啲機構咧動用嗰個資金成本都會低好多，因為國債期貨咧就容許你去做槓桿嘅。咁所以用國債期貨咧去對沖翻手上持有國債風險咧，似乎係一個更加有利嘅選擇。咁既然講到呢啲國債期貨啊，對個債券市場發展咁緊要，咁點解香港咧拖咗咁多年，等到2026年咧先推出呢個國債期貨呢？咁事實上咧，其實喺2017年咧，當年趁住債券通推出之後咧，香港其實都已經即刻推出咗有關嘅國債期貨。咁但係因為市場上面反應冷淡啦，交投量實在太低啦，咁所以喺同年年底咧，呢個國債期貨就黯然退出咗啦。咁呢個失敗嘅經驗咧，就顯示咗啊，你要推出呢個國債期貨嘅話啦，事前啊必須要有足夠嘅需求。咁所以當年咧債券通先啱啱推出啊，境外機構持有中國國債咧，嗰個數量其實非常有限嘅。咁既然持有嘅國債都唔係太多啦，根本都冇乜嗰個對沖需求嘅。咁當個國債期貨又冇乜人交易啦，流動性又低嘅時候，咁就陷入咗個惡性循環啦。咁就導致買賣差價嘅成本咧進一步擴闊啊。而且喺離岸市場推出呢啲國債期貨交易啦，對監管機構嚟講亦都係一個大挑戰嚟嘅。咁當年咧呢啲跨境資金嘅監管啦，而且離岸人民幣嗰個利率管理機制咧都仲未創建好啦。咁一旦啊境外嗰個國債期貨交易咧非常波動啊，甚至會有機會啊將嗰個風險傳到翻去境內市場。咁個結論就係啊利益又冇乜，但係又要蒙受一定嘅風險成本。咁所以最後啦就宣布結束呢個國債期貨交易。咁而家咧香港就大鑼大鼓推出呢個國債期貨交易咧，咁係咪一個好嘅時機呢？咁我覺得而家個時機就比當年成熟好多嘅，主要係因為啊呢啲境外機構持有嘅中國國債咧，經過多年嘅債券通嘅交易啊，已經上升咗超過3倍啦。
2017年咧債券通推出嗰陣時咧，境外機構持有嘅中國國債咧，其實都係大概得1萬億人民幣左右啫。咁去到依家咧，其實就已經上升差唔多3倍啦，有成3萬幾億。咁所以就衍生咗足夠嘅國債對沖需求。咁再加上咧，中國同香港咧嗰啲跨境監管制度已經完善咗好多啦。咁對人民幣嘅匯率啦，同埋話利率嗰個管理工具啊，亦都多咗好多啦。咁所以而家個監管風險就細咗好多嘅。而家淨係推出呢個國債期貨交易嘅好時機。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啦，境內啊不嬲都有呢啲國債期貨交易㗎啦。點解香港咧好似要搶生意咁樣做翻同一樣嘅舉動呢？咁第二部分咧，我哋可以比較下香港咧同埋境內嗰個國債期貨交易到底有啲咩唔一樣。咁我認為最大嘅不同之處咧，就係兩邊嗰個客路就唔一樣嘅。咁香港對應嗰個客底咧，就聚焦喺海外嘅機構嘅，而境內嘅國債期貨市場咧，佢哋主要嘅交易對象就係一啲國內嘅銀行啦，同埋話金融機構。咁兩個市場到底有啲咩唔同呢？咁首先咧，香港嘅國債期貨市場咧就以現金結算嘅，而國內嘅市場咧就需要實物交割啊。咁所以對於海外嘅機構嚟講咧，佢哋持有嗰個實物國債咧就唔係話真係太多。咁而國內機構啦，你交收實物其實就冇乜咩大問題嘅。咁所以其實就方便咗一啲海外嘅機構咯。咁所以香港嘅國債期貨市場咧，就比較適合一啲海外嘅機構，例如話對沖基金啊，同埋話外資銀行。咁而且咧，參與國內嗰個國債期貨交易咧，必須要有境內嗰個託管帳戶啊。咁即係代表你要喺境內市場咧有一個帳戶啊。咁開戶嚟講咧，其實對啲海外機構就係好大問題嚟嘅。咁你又要睇一大紮啦，你睇唔明嘅中文文件啦，而你啲資金咧放咗喺國內啊，亦都會受到資金管制嘅。咁所以就令到好多海外機構咧都唔願意去參與呢個境內嘅國債期貨市場。咁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市場咧，你就唔需要話將啲錢匯入去大陸嗰邊啦。咁所以亦都冇話資金管制嗰啲問題啊。咁對海外機構嚟講咧，用香港嘅國債期貨去對沖翻佢哋手上持有嘅國債風險咧，係方便好多嘅。咁去到最後一部分啦，我哋就講下香港呢個國債期貨交易咧，對人民幣國際化又有啲咩意義呢？咁頭先就講到啦，喺香港推出國債期貨就唔係多此一舉嘅，對離岸人民幣個資產配置啊，其實有非常大嘅作用。咁特別就係話對海外機構嚟講咧，佢哋會更加願意係持有翻中國國債。因為以前咧，呢啲海外機構啊，好難揾到適合嘅方式對沖翻手上持有嘅國債風險。咁而家啦，提供咗喺離岸市場啦，做呢啲國債期貨交易啊，咁會令到呢啲機構啦願意增加佢對中國國債嗰個持有量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可以增加人民幣資產配置嗰個吸引力啦。咁做人民幣國際化就唔單止淨係喺貿易嗰邊可以做到啦，而家連金融啊同埋話儲備資產嗰邊啦，都會有更多人願意去配置去中國國債嗰邊嘅。咁以美元嘅國際化經驗嚟講咧，個政府要提供一個有足夠嘅市場深度啦，同埋話收益率嘅資產啊，先至會吸引到海外機構持有呢個貨幣嘅資產。唔係嘅話，你持有大量嘅 CNH 啦，但又冇一個安全嘅渠道去做投資啦，咁就會令到呢啲機構啦，好快將呢啲 CNH 轉翻去做美金或者其他主要貨幣啦，用嚟作其他嘅投資。咁第二點啦，喺香港推出呢個國債期貨交易啦，就可以鞏固香港作為一個離岸人民幣嘅中心。咁因為喺多年前啦，CNH 就喺香港誕生啦，咁當時仲係停留翻喺 CNH 嗰個資金池啦，到依家啦開始提供更加多嘅資產配置渠道啦，尤其話可以透過債券通去持有中國嗰個國債。咁去到呢一步就唔足夠嘅，因為你要更進一步提供一個對沖嘅工具啦，先至會令到呢啲機構安心同埋話長期持有呢個 CNH 嘅資產。咁而家就提供咗最後一塊拼圖啦，俾咗一個適合嘅對沖工具出嚟，咁就可以完善到香港作為一個離岸人民幣嘅中心啊。咁只要 CNH 嘅資產進一步增長咧，又會推動CNH 嗰個資金池進一步擴大。咁最後一點咧，呢個舉動亦都可以構建到離岸人民幣市場嗰個國債收益率曲線啊。因為金融市場嚟講咧，一個地方嘅國債應該被視為最低風險嘅資產啦。咁而家提供咗國債嘅收益率曲線啦，咁就對金融市場咧去定價唔同產品有非常大嘅幫助啊。
咁因為無論你做發債啦，或者去貸款，甚至話你做一啲股票定價模型都好啦，都需要一條最低風險嗰個利率曲線嘅，你先可以構成到不同嘅定價。咁所以之後咧，隨住呢個離岸中國國債期貨嘅利率曲線咧開始越嚟越多交投量嘅時候，佢嗰個象徵性意義就越嚟越大㗎啦。咁喺多方面咧，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一步。咁大家又認為啊，喺香港推出呢個國債期貨交易咧，對人民幣嘅匯價有冇啲咩大影響呢？歡迎留言討論下。咁如果呢條片咧可以幫到你了解更加多嘅國債期貨交易嘅一啲細節啊，咁我誠意邀請大家去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